大家好，今日有我4嘅21羽田地產面書為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太和火車站附近嘅一個村屋嘅筍盤租盤，建築700尺，2廳3房嘅一個設計。帶大家睇一睇個廳啦，呢個係餐廳，業主都留用所有嘅家私。咁呢個係廚房，明火煮食，有對流窗。再帶大家睇一睇個主人房。主人房係有雙人床，內有日牆衣櫃。咁啊，睇一睇個細房間啦。房間係擺咗一個3尺床，有日牆櫃，同埋有窗。另外一間房都係洗手間，間山分離，非常之實用。咁現時呢個單位係以放租為主，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請聯絡返我哋4嘅21羽田地產。多謝大家。